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吼，这个骑铁马长时间吼，会当练你体能，嘛会当挑战家己吼。尤其即阵咱看到讲，这个拼长途100外公里的这个部分是哪来哪行哪来哪行啦吼。那么看到讲吼，政治人物尤其吼会起来推广即块，尤其是咱讲台北市长。花市长啦吼，伊过去挑战过啥？就是台北吼，高雄甲台北这个距离吼，差不多是365.5公里啦吼。头一遍伊挑战的时阵是2016年啦吼，开偌久的时间。19半点钟啦吼，挑战是成功的啦吼，咱嘛感谢伊来做一寡这个推广吼，嘛有人讲伊吼真正无简单，平常时就无咧练，平常时吼可能咱讲吼爬这个悬啦吼，这个市政府这个楼梯小爬一下，但是伊嘛真骨力吼，咱嘛看到讲吼，2019年台北新竹吼，伊过来骑一遍，台南高雄吼，则嘛来搁骑一遍吼。另外咱来看到讲吼，另外一道吼是2021年吼，就是这回咱看到吼，台北彰化吼，台南高雄吼，这回这个部分的这个挑战，咱嘛等下当。好好来讲过，另外咧，伊嘛挑战过，或者是一级双塔啦吼。这个塔吼代表是啥物意思咧？就是咱讲这个电塔吼。尤其咱讲吼，这个距离又较长吼。咱讲伫新北市石门富贵角这个电塔，到屏东这个所在乌峦皮电塔，咱讲吼全程差不多是520公里啦吼。一日的这个时间吼，真正挑战有困难吼。伊当阵伊开偌久。28点半小时啦吼，超过4点半钟吼，挑战是失败吼，但是伊这个勇气嘛是真足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哇，这个挑战的这个部分吼，真正是介困难吼，一般人若是要透过安怎款的这个练习，才会当完成这块这个任务的吼。其实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你有想要来挑战无吼？咱讲一日吼，台北高雄，还是一日上塔，甚至讲吼，台一线、台九线吼，平常时你若是要来去挑战这个训练，大家。爱安怎来做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学。非常无简单哦！今日咱的这个在座的3位吼，拢是咱骑车吼，已经超过10外档哦，甚至有20档的这个经历啦吼。第一位咱要请资深的这个教练吼，伊本身搁咧驾啥？这个 Flyway 吼，咱讲是室内的这个空明车吼，咱先来邀请夏延勇教授。大家好，我是室内空车的教练夏延勇，谢谢。是啦吼，咱看到讲吼，头前遮你搁摆2组这个，咱讲奖杯啦吼，真正无简单。尤其这是一般这个公路以外这个挑战是爱爬悬的吼，先甲咱分享一下，这是虾米款的这个比赛？哦，这是为花莲迄个七星潭来到迄个武岭，这全程是3200外公尺的迄个悬度，是咱台湾上悬的山。因为这是咱台湾上困难的挑战。上困难的挑战吼，咱讲2座奖杯拢互你摕去啊吼，真正无简单吼。咱继续要来介绍咱遮吼唯一的这个女性的这代表吼，过去嘛吼票选这个杂志吼，咱空明车杂志吼，这个第4名吼。其实伊嘛是咱讲这个和红文化行销的这个行销长池玉芳，咱来邀请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玉芳大家拢叫我小花。我的经历嘛是甲教练同款，嘛是挑战KOM。是。去年的时阵去年我骑车嘛买20档啊。买20档吼，女性伫咧参加这个空明车是铁马这个活动挑战都会较困难。女性较无困难啊。较无困难，安怎讲？因为你也是查甫囡仔，你也是破胎吼。查甫囡仔就人拢走去啊！你是查甫囡仔，你就会讲紧嘞。有人甲你救就对啦。斗相共者，为了来救，有影，第3位吼，同款嘛是挑战过真济大赛这个部分吼，咱要邀请是这个福建科的这个医师侯忠宝医师你好。大家好，我是侯忠宝，我叫宝医师。我个人的爱好是迄个铁人三项啦，就是226公里的226公里啦，我嘛差不多算10档外啦，10档外，就兴趣安尼。普罗级的啦吼，等下咱这个阿宝医师嘛教咱讲吼，运动伤害安怎来去避免吼。首先过来吼，来讲到这个教练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吼，伫咧骑空明车自开始是安怎会行咧？因为骑车足自由的，足自由的。那骑出去都用家己的时间啊。安尼啊，想要忝，想要。你会当去找一个风景较好的所在，落去骑安尼，家己安排啦，家己安排路线。是。对，安尼嘛会使招一寡朋友来，大家朋友斗阵骑安尼。就大家
互相勉励，互相鼓励安尼，会使徛长途的。会使徛长途的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有当时啊，若是家己孤一个人去徛的时阵，会孤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侪车友会烧招吼，甲大家 call 我来啦吼。咱继续搁请教哦，小花哦，咱讲到吼徛这个20吨的这个经历吼，你感觉这个变化上侪是啥物？咱讲过去这个空明车本地有时间吼一站啊，买手搁这个远途、长途的又搁行吼，你感觉这个转变是啥物？上开始台湾的单车热要起来时阵，就是咱讲迄小折，就是会当拗迄款的脚踏车。迄当时啊，就是突然间，每一人拢想要一台迄款小折，吼，放喺厝里来，吼，迄都提供大家吼有一个想法，讲咱会来使做运动啊，搁会使通勤啊，啥拢会当吼。啊了后，即马开始吼，慢慢大家发现讲，公路车运动吼，真正是袂歹，因为你会使互家己身体搁较健康，啊，嘛会使靠就一个朋友大家做伙出去佚佗吼，所以伊是有佚佗的成分，嘛有讲健康的成分、运动的成分，所以。伊是会当讲吼，大家是甲所有物件吼斗做伙，吼，所以慢慢吼发展到即马，即马佫有真侪 app， 你会使下载真侪 app，所以你会当看讲，你今日徛了，成绩安怎吼，啊，别人徛了安怎，啊，你嘛会使去比较讲，这个路线我有进步无，啊，别人是安怎徛。比我较紧，还是比我较慢？吼，啊，你会怎么看？某去徛倒位啊？啊，我嘛想要去徛迄个所在。吼，因为透过面册啊，吼啊 app 啊，吼，你会拢分享吼，搁较侪路线，搁较侪挑战，吼，大家拢去参加，这是即马足无共款的所在。有影过去咧，这个卖咱讲的这个小折这部分，我冇买过，但是买酒就放伫遐，无咧徛吼。但是即阵看到讲，大家徛这个公路车也好啊，是讲吼，真正是铺路这个空明车这个部分吼，真正哇，大家目睭搁会天开来看哦，到底这个挑战是偌大？啊，有兴趣的人吼，其实投入真济啦吼。其实咱头拄啊，吼，伫咧树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吼，大家听到阿宝医师吼，讲伊完成到这个226公里啊，大家拢哇一个吼，这难度到底，尤其甲别人有啥物无共款无？好，迄个两个教练拢是骑脚车较济啦，啊，阮是啥物拢算啦，所以阮会去参加这铁人三项。我甲大家解说一下，啥物是226公里啦？就是你要先游泳，吼，3.8公里。吼，游泳啊，游泳了吼，你就迄个去骑脚车，骑落远，骑180公里，骑了你甲脚车放咧。然后你去走一个马拉松，42.2公里，安尼就叫226公里安尼。是。啊，你爱伫迄个18点钟内底完成，你开始完赛。像阮就是迄个像像我教练经常分享小折。嘿，我嘛是从小折开始。你嘛是对迄当阵开始兴的。我嘛是开始买一台小折，就骑出兴趣，我竟然甲小折可以比赛。我骑去比赛，骑去比赛就做有兴趣的，后摆就去买迄个公路车，愈骑拢，结果就不小心的去参加226公里，就生出兴趣，所以这几档拢有咧算安尼。我感觉迄个这是一个袂歹的运动啦，毋过运动吼，你时间若叫修长，就是会有寡运动伤害啦，就是我后壁迄个。运动伤久，我嘛感觉有一寡无爽快的地方啦，后壁跟大家分享安尼啦。像我骑到后壁，我的颔棍足无舒服，所以我即摆是复健科吼，所以我就有针对这个问题来做寡治疗，就较好安尼啦。OK， 好，跟大家分享要安怎预防啊？是，等下咱好好来请教这个阿宝医师啦吼。头拄咱嘛讲到吼，大家这个经验有影济啦吼，但是咱若是要拼时间吼，这嘛是一个吼真大的这个会当好耍的这个所在。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歌市场第一届来挑战时阵是19点半钟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这个教练啦吼，你开偌济时间？我骑一摆尔。你骑一摆？对。会记你迄个时间无？13点钟，13点钟，你赢伊6点半钟呢？这13点钟，等下是好好来甲咱分享一下啦。啊，小花教练呢？我骑过双塔，我骑20点以来。20点钟以来，你阁赢歌市场8点半钟，所以说安尼做会到的。
做会到啊，做会到。是，就是真侪种挑战吼，等下好好分享。啊，咱这个阿宝医师有骑过128高，还是？我唔是骑这两个，我是骑一日双北。双北就是迄个北宜甲北横。就是迄个大概要爬升，手表看大概4000几公尺安尼。我是大概骑18点钟左右啦。18点钟。就一边骑一边算啦，无赶时间啦，就是骑到遮袂歹算去食一个肉丸安尼，我就感觉安尼真趣味，安尼18点钟就骑了。是。感觉真好算啦。心态爱维持一个舒适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讲吼，有这个政治人物是用到这个部分吼来去甲这个民众互动吼，虽然嘛有真侪这种批评吼，有人讲吼，这个今年这个吼骑这个128高来讲吼，是一种这个政治行销啦吼，这是讲到瓜市长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啊，有人用伊吼，甲这个吼台北市议员吼瓜子吼，这个来去做一寡这个比较啦吼，就是讲哇，这个人数也是讲吼真侪盲情吼，咧做这种推广，其实咱讲啊，真正阿伯可能已经过世啊无，有人是安尼讨论吼，咱嘛先来看后一个吼新闻片段。阿伯来啊！中昼10点40几分到中华新港的宝田宫，搁一届骑脚踏车挑战128高的台北市长郭文铁，比预定时间晚真侪才到位。郭文铁嘛坦白讲是训练无够，搁加上半路碰练延误到行程，干那休困一时啊，就改变计划，赶去坐高铁回来台北参加下晡的228事件74周年的纪念会。这个下一次我再回去跟了，这明年要办不要那种半夜1点出啊，这太痛苦了。我现在就坐车回，那就谢谢大家了，好不好？坐高铁回去了。所来路段会由副市长黄珊珊等另外2组的骑护车队，以团队接力的方式来继续骑。郭文铁伫咧纪念会了后，会搁坐高铁来台南，甲团队会合继续骑，预计暗时9点会到终点高雄市的第2国中。透早天也袂光，郭文铁就穿规束的装备，伫台北市北投关渡宫来出发，嘛创伊挑战北高骑脚踏车以来上早出发的一届。毋过台北市议员调经费的资料指出，台北市体育局主办2017、2019年128高活动，编列预算分别是90万甲120万。若是今年该由民间主办，台北市组队来参加，毋过煞编98万的预算，而且其中40万是网络直播等等的宣传费，佮安排市府发言人团队轮流来主持。即个讲郭文铁用市府资源来替家己宣传，制造声量。市长找首长一起去参加自行车北高一日的活动，台北市民要花将近40万来帮他们做行销。到底是行销台北市政府这些首长个人，还是宣传整个自行车活动？台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强调讲，目前编列预算金额是预估的数字，活动了后会采取实报实销。若是市府发言人接力介绍沿途脚踏车的路线，属于市政推广，嘛无另外领工作费用，希望外界唔通甲因点油做记号。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讲到要骑这个远途的、长途的这个部分吼，其实一台好的车吼非常的这个重要吼。尤其咱看即阵吼，即台爱20多万吼，咱讲吼20多万可能是上基本的啦，敢是安尼？若要比赛较好的，差不多拢爱。是啦吼，其实郭市长迄台吼，第一台是人送伊嘛，是爱20多万啦。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这个装备的这个改良吼，真正是拿来对着这个时代这个改变吼。先甲咱了解一下吼，这个基本的这个配备爱有啥物？若是要骑远途的啦吼，骑远途的，咱基本的配备就是，一般咱有用一个码表伫的。OK。伊会当知影讲你骑的速度有偌紧。啊，你脚蹬的速度有偌紧。是。因为迄拢是咱爱注意的所在。这是较基本的。是啦吼，拼速度，尤其咱头拄讲，你这个128高13点钟啦吼，这个速度的这个期间，咱讲吼，你1点钟爱骑偌济km？普通拢爱差不多40啦吼，所以咱一般是有人讲，这个差不多骑20几安尼，但是你骑到40吼，才有法度对着这个要拼13点钟这个部分。有风在后壁吹啦，有风嘛是真重要啦吼。所以咱佫讲着吼，其实吼，这个咱讲科技的这个运用，这个码表伫遮啦吼，会当监控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部分吼，卡踏的这个速度。另外咧，咱讲吼，啉水嘛非常重要。普罗级的是会当安尼啉吼，但是头拄啊，这个小花教练有讲吼，这个一般人停车停落来就好啊，但是咱要拼速度，伫咧车顶要安怎啉水？车顶，你第一个你要练你的稳定度。稳定度。你因为这台车骑起来，因为这甲咱一般的U bike无啥共。好呀。因为 U bike 你骑起来，伊互你骑底度的。是。你食风食大。因为这种车伊就车手较低，伊就是互你
较莫食风的，身躯会拍较弯一点嘛，爱压落，爱压落去对，所以你徛的姿势，你腰爱较有力。OK， 较这个红棍啊，红棍这拢规个拢爱较有力，啊，这拢爱经过训练才有法度。啊，因为啉水的时阵，你就变成一只手。OK， 所以你一只手咧提的时阵，因为路况你爱扎就好，你莫落摆的时阵咧提，还是落领的时阵咧啉水。有影，尽量莫做伤危险的动作。是啦吼，有人讲这个地瓜吼，有影会可能变做是这个炸弹。咱讲吼。冰车就伫遮，这个提的时阵稳定度无够，就安尼变过去啊吼。其实这两个链嘛是不离啊贵吼。两个链，咱普通咧徛可能爱2万块左右啊。2万块啦吼，是啊链是咱讲这是公路车啦吼。对，公路车。公路车这个链特别较细一丝啊。伊较无较细链是伊的阻力较少啦。咱落，你讲较大链、较粗链，迄是为着。因为车的马力大嘛，啊，咱脚的马力无遐大，所以较易位，啊，嘛会较轻大，是，对。所以这个较袂遐食力啦吼，链就是要抵抗这个阻力。咱讲这个车身嘛是有够轻的轻。咱主要新的拢用碳纤维做的，卡泵啊吼，卡泵做的，拢用卡泵做的，因为卡泵做伊的强度有够，是，啊，佫有够定，所以主要好的客运车拢是用卡泵来做车身，是车身的部分。啊那其实。规台车差不多拢是用卡泵在做，这种以这种科技来讲，是连链啊嘛拢是啊，嘛是卡泵啊，拢卡泵在做啊。其实啦，咱讲吼，这个椅子啊，哈，这个悬度嘛是非常的重要。你脚安怎要徛，是讲这个腰啦吼，咱讲袂遐无爽快。其实都要调整到你差不多这个悬度吗？咱一般来讲，就是你的骨盆的悬度啦。一般咱来到这时阵，差不多骨盆这个悬度。是。啊，无这。就是，其实你若要开始骑公路车，你都要找较专业的人，甲你设定即个规个你坐椅仔的悬度，啊，甲把手的悬度，拢爱。比如讲，爱照你的这个心冠，甲你的这个腰，伊的这个悬度来去做一寡这个搭配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真正咱若要骑这个远途，其实吼拢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工具非常这个重要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真侪种的这个做法，安尼零零总总加起来。就是这个万来万去的吼，拢是爱正万块这个部分，但是这是就是必要开销，对你的这个身体嘛是一种好的这个好处啦吼。所以咱嘛讲到这个空运车也好，铁马也好，这个商机真正无限吼。咱个要请乡亲好朋友过来看另外一个新闻报道。跟脚踏车伫只起的游览车有专门的车架会当固定，客运业者开500万，来做国内头一只会当载人搁载车的大巴士，车内座位减少到10个位，而且早都用架帮来做架架，确保人甲车拢会当真安全。平常呢，爸爸很会骑很远啊，但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能骑啊，也跟不上啊，所以有大巴士全家一起啊。不想到很远的地方骑是没有办法带自己的脚踏车，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大车可以帮我们载到一个定点，再让我们在我们想去的地方去骑的话，其实是很方便的。单车会上火车，单车也会上巴士，单车也会上船，所以用这种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去串联。客运业甲旅游业者做伙来出手，原本想做爱骑脚踏车后面旅客要来杀环岛、深度脚踏车12天的旅游，想袂到拄到武汉肺炎，边境交警无法度开放，业者就想办法，甲原本的产品拆做2天至4天的过渡产品，想讲这条去东澳粉礁林的路线，去用号做是避海沙坡，若是家己去交通是较无方便，即卖会当利用巴士甲脚踏车来做一个深度的旅游。我们在运具或者是搭配的方式有一些创新，那我们希望说不同的行程的搭配，可以让深度旅游这一个构想获得落实，然后可以把国旅的层次往上提升。所求旅客免家己准备脚踏车轻松出去佚佗，两天的团费上无爱11000块。伫全球疫情当地困假的时阵，上船各旅的国际市场，大看旅客敢会当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头先讲到吼，一日双塔好，一日北高也好吼，拢是这个100多公里的这个一个挑战吼，真正是无简单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双塔咱头先讲吼，这个灯塔吼，才开始新北市富贵角这个灯塔啦吼，另外要甲上南遮吼，个咱偏灯塔啦吼，另外这个一日北高啦吼，有人对这个干道遮来出发，买手嘛甲这个恒春啊、等等吼，遮个部分吼，咱甲这个高雄啦、永安吼，这是一日
台北高雄的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头拄有讲到吼，车非常的重要。装备咧吼，其实穿伫身躯，也是你要安怎保养你的这个吼，咱讲营养品嘛，非常的这重要吼。继续咱请教这个小花教练吼，其实咱讲吼，那伫这个新北市吼，富贵角灯塔遮吼，尤其遐吼，若是讲到东北季风，哇，真正是肾甲头会疼啦吼。对这个骑车人虽然吼头真正兴，但是若拄到这个风的时阵，咱首先这个咱讲吼外套嘛是要早好矫正吼。嘿，无毋对哦。其实吼，你讲即个长途的挑战吼，你的车爱准备好以外，你穿在身躯顶的物仔嘛爱准备好，因为这是对你的保护吼。咱拢知影富贵甲迄个东北季风上强的所在，所以你大概咱出门的时阵，大概5点啊、6点迄当中是上寒的时阵吼，所以。咱内底穿车衫吼，外口吼，都爱看迄当中是啥时阵吼。你若是讲11月时阵吼，迄个无啥介寒的时阵，佫会烧热，你来穿较薄的外套。哦。较薄的外套，这较薄的，就早在身躯。尤其你头拄安尼拗出来安尼，哦，佫甲텐开，就是一领衫，方便啦吼。你就轻轻的，你会放在身躯。但是你若是讲像今年迄区议员伊去骑瓜子去骑，是毋是？已经是要咱人的12月的时阵吼，足寒的，所以就爱穿较有高度的这款外套吼。这款外套，阮的设计拢是会当炸风佮炸水，吼，所以你风来的时阵内底袂寒，吼。外口因为我炸风炸水，你穿雨衫就好啊，佮穿个遮贵要创啥？但是雨衫的上大的问题是内底袂透开，所以你外口大雨，内底小雨。有影，就是说双单白啦吼，外口落雨，内底嘛淡安尼啦吼。是。所以这是为什么米啊贵是贵有道理的，设计有设计的道理吼。所以你这外套是保护首先的保护，过来就是讲，咱一般的观众的就好奇讲，为什么你会当骑遮长吼，脚床袂疼吼？咱就是穿车衫，下骹穿车裤，车裤大家有印象就是。暗啊、乌乌啊、短短啊，真白安尼吼，一帮安尼，嘿，有啥避免伫内底吼，就是讲，阮内底有添咧珠啊，吼，因为阮就跳阮家己的车裤来互大家看吼，这珠啊都是伫珠的下骹，有添咧车裤顶管吼，所以伊这有高度吼，嘛有酷炫的感觉，所以你骑起来时阵，你也袂感觉讲，你的骹床会安尼，心啊足疼吼。因为长途你安磨嘿嘛疼。这大片细片就是讲，你查甫甲查某囡仔是有分开的，无共款的。你大片的就保护较济，像查甫的较头前嘛，有保护啊。所以这设计拢无共款，这是为着讲要保护咱脚床皮。所以长途吼，像用穿阮的遮的裤吼，互伊去骑长途。过来就是你。脚床爱保护，你手嘛爱保护，因为手在保护是手套，吼，手套是保护你讲吼，卖你长途的时阵袂一直磨，你的虎口才会疼，吼，无就是你无注意跋倒的时阵，你去撸着，吼，你撸着这手心吼，你就疼足久的，所以爱先来保护起来，咱的车衫佫有啥特殊的点吼？因为你台北时阵，你都穿外套嘛，伫骑啊，德位啊，迄个时阵已经是一般来讲拢较无雨啊，所以你就会当外套薄薄的，就寄7就转去。这是普罗级的这个做法吼。有的人若是菜鸟，就是这个一路安尼拍落去，嘿。所以你也是讲，你到中部的时阵已经烧热起来，你会当穿底黄的。底黄的，咱车衫后壁是拢有落地啊，落地啊。你车衫的设计就是安尼，有地啊，互你放要食的物啊，所以你会使放一撮这款保健品，保健品你就放在后壁。OK。嘿，所以随时吼，你拢唔惊讲你巴肚压到拢无力。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吼，自这个穿的吼，甲这个食的拢有啦吼。继续阿宝医师头前吼嘛，这个真重要吼，这个咱讲安全帽啦吼，这个吼，这个亚日的这个吼目镜，有咱这个鞋啊，伊就是华语讲卡鞋啦吼。卡鞋。甲你这个卡吼会当卡伫顶管吼，甲咱介绍这个装备为虾米遐重要？其实吼，这3项嘛拢介重要啦。这安全帽啊，免讲啦吼，咱骑迄个脚踏车吼。迄个时速30到40，你摔落嘛是不得了。所以你若无帽啊，吼，你这摔落
头拢破去，所以啊，这无啊嘛保护遮济人啊，有的人真正是迄个摔落啊，这个安全无啊闭去啊头无代志。OK， 所以这一定爱戴，所以咱骑遮紧的一定爱戴安全帽。是，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吼。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太阳眼镜，这是黑色镜面的，就是让迄个天较光的时候要戴的，所以也让遮光，袂有迄地面的反光，互咱看袂清楚，啊，就迄搞着迄石头，啊是窟啊，啊你就滑倒，所以这嘛是最重要的。啊，若天色较暗的时阵，这有会当换成迄透明的，这透光率会较好，或者阴暗嘛看会到安尼，这第二个嘛介重要。第三个上特别的，就是咱大家去骑车去休息区，迄个边仔游客拢看你有啥物行拢安尼行，嘿，你拢爱咔，啊拢爱敢若踩，就是敢若踩高跷共款，这个叫卡鞋，卡鞋迄个特别诶所在就是伊会靠一个固定的这个卡钳啊，伊会卡伫顶管，所以正常时你安尼骑。你脚是拔袂出来 ，OK。你要有一个角度，你安尼斜，安尼你脚较拔会出来。啊，为什么要穿这？因为你穿这其实差不多你会爱增加那个5%到10%的迄个功率输出啦。哦。所以迄个咱骑脚车骑较远的拢会穿这，因为你骑起来轻松足济。啊，其实阮迄个教练骑车一定拢穿这啊，穿这对咱来讲较舒服啦。阮穿这骑起来拢敢若较轻松安尼，所以这嘛是做必要安尼。是，所以咱阁先请教阿波医师啦吼，咱都讲脚的这个部分，真正是咱规身躯动能的一个所在吼。脚的保护先甲咱注文一下，介绍一下安尼。脚的保护其实就是小花教练进行啊，伊其实伊除了迄个坐垫之外，伊的身躯、迄身上的布料，迄布料拢甲一般的迄个咱平常时穿的衫无共安尼。像咱我穿安尼就是像我这种裤，这若去骑车这个骑起来就伤重啊，伤重，啊，就黏伫你身躯顶管，啊，你完全无办法骑安尼。所以其实嘛是爱穿这种特殊的布料，互你迄个即使迄个雨足大的，你全身躯拢重的，你的活动嘛佮自如，所以这种装备是最重要的啦。有影啦吼，咱头拄仔讲到车，讲到所有的这装备啦吼，真正就是要保护你，尤其骑遮尔长途吼，咱讲嘛是休困非常的这重要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台北市长关文哲吼，伊其实拢有安排着吼，自这个一日北高来去看吼，这个台北市干道遮吼来去出发了后吼，啊第一站来到这个吼南势公路吼海景咖啡厅啦吼，另外啦吼来到中部的时阵吼苗栗吼中油、通宵吼，佮有这个五车遮啦吼，等等的咱佮看到讲吼，啊嘛是选择吼，这个公庙也好啦吼，嘉义部队这嘛是庙啦吼，另外吼，甲尾手这个高雄、台二、高中、国中遮啦吼，其实咱看到吼，一般车友的路线嘛是亲像安尼这路线，啊休困真正重要吼。出发拢是伫咧干道遮啦吼，啊第二站来到八里，啊第三站吼来去永安渔港吼，啊若是有当时啊骑到遮吼南寮遮嘛使食一寡鱼啊啦吼，但是一般无当遐久的这个时间啦吼，啊搁来苗栗吼通宵白沙屯，啊另外咧台中嘛是港区啦吼，彰化福兴啊云林麦寮啦吼，嘉义东石吼，台南南昆心吼，台南安平吼，尾手甲高雄吼，家庭啦吼，另外咧上尾仔站嘛是来到这个高雄吼，啊大家拢会选择这个吼便利超商，无像这个歌市场吼，可能选择这个庙吼，为着要甲这个人阵来去做一寡这个接触啦吼。啊，咱讲吼选择这个便利超商，一般就是这个能量的这个补给啊，伊遐买物件嘛较简单，有当时啊一粒卵吼，这个茶米卵安尼吞落去，其实就会当恢复元气啊吼。啊，伫遮休困的时阵，其实嘛有撇步啦吼，10分钟就好，袂当伤久。咱看到讲吼，平常这个歌市场嘛是这个。9点7分，9点17，10分钟的时间，为什么要扎这个时间呢？因为你咧骑的过程哦，莫有身躯冷去。OK。对，冷去你要定，身躯都要定来一摆啊。所以咱是补物件，补你的热量俩，肝糖啊，等于是补你的血糖啊。血糖若补会足，安尼就好啊。啊，你若腹肚枵，就加减食一寡。物件，只要腹肚袂枵就莫食伤济，因为咱
咱咧徛的过程中，你若食伤侪物件，胃会做，嘿，物件会吐出来，会想要吐安尼对，想要吐。所以咱补是补热量尔，无咧补伤侪食的物件。所以你若感觉人腰会输，袂腰，那就尽量。袂枵就莫食啦，袂枵就莫食啦，袂枵就莫食啊济。是，所以咱看补一点嘛就好啊，补一点嘛就好啦吼。这个真正是讲，爱咧加休困一寡，加休较济，莫食伤济，休较济莫食伤济吼。所以咱头拄仔看到讲，这个每一个站拢有必要爱停落啦吼。1点钟其实嘛爱休一下吼，无你安尼连续起来，其实会这个疲劳吼。但是咱讲要挑战遐尼长的这个吼，咱讲距离的这个进程，其实拢爱做好这个准备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只有像我这个建议吼，伫咧户外吼，若是要去练徛吼，一礼拜至少爱徛3摆啦吼。啊，大概这个距离吼，差不多爱30公里以上吼。逐个月安尼吼，到啊有长你的这个距离啦吼。啊，时速维持伫咧25公里啦吼。啊，找无共款强度的这路线吼，交替来徛啦吼。咱阁请这个小花教练啦吼来分享一下，你过去吼伫咧户外练徛这个部分，迄当阵心态应该是较轻松的啦吼，尤其是要练一个安尼尔。其实也是讲你要准备即款长距离的挑战吼，我感觉是应该是你爱有你的想法，爱先规划。想讲，我感觉区议员即届去徛，伊规划真袂歹。伊开始讲要徛双塔时阵，伊第一届是过台北徛台中一届，啊，搁来台北徛高雄搁一届，啊，上后尾届则是去。真正去徛双塔，吼，所以我感觉伊这是正确的，这是真好的 demo， 大家拢了解说，你要循序渐进，袂当讲一届就来食个饱，会吐出来，会吐出来吼。迄练习一定爱，但是你袂当讲啊，我就大家拢练河滨公园，啊，但是你讲我目标双塔，安都唔对啊，对，所以你爱设定你的目标，清楚，所以你就爱来切较。像你要准备菜啊，切较细碗，安尼准备好。是，自细碗开始食，莫一届就食较大碗，真正会吐出来吼。尤其有人讲徛完了后，真正无爱搁徛吼，3个月无想要看到车，无想要搁看到车啦吼。所以真正吼，真正一道道来吼，袂当吼一步就想要搁做到够啦吼。啊，咱搁讲吼，大概徛煞了吼，爱隔一工再搁运动吼，身体有好花时间来恢复。其实这嘛真重要吼。为什么爱互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筋脉拢互放松者？继续搁请教阿宝医师。其实吼，咱练了吼，你要变厉害，其实是休困的时阵变厉害。安怎讲？所以休困的时阵，咱的身体较会迄个补充个蛋白质，你的迄个肌腱、韧带、肌肉，互你变较强壮。是。所以咱迄个有咧比赛，一定有听过一句话，迄叫越练越弱，你愈练。愈弱，为什么？因为你拢无休困，你休困无够，还是你食的物件无够。啊，因为运动其实是一种消耗，你就直直消耗落，啊，你无补充，你无休困，所以你就愈来愈无力。所以你徛了吼，你若长距离吼，休困一工较运动，安尼是较好。啊，你若愈长，其实你若徛。我今仔若徛200公里，我可能一工都无够，我可能要徛3工。有影。安尼身体较有充足的恢复啦，安尼较有够。而且你若无安尼休困，其实有一寡运动伤害，你拢个时间个无够，互你恢复。像我若徛脚踏车，我若一届徛足远的，我的颔棍一定无爽快。我若加休，我若拢无休困。隔工搁去徛，颔棍就愈来愈疼，可能会变手麻啊，手无力啊，这种较严重的问题。啊，我若有做迄个休困有够，有休到3工一礼拜，啊，搁去运动，啊，就较无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休困一定是最重要的。有影啦吼，休困啦吼，真正袂当愈练愈弱啦吼，爱愈练愈强，就是爱透过休困这个部分吼。咱讲吼，这个室内这个部分嘛非常重要，这就是这个咱教练的这个专业吼。室内徛空明车尤其甲外口比较安全啦吼。还是较安全足多啦，因为真侪人无适合伫外口徛。安怎讲？尤其是你若年岁较大，还是讲伤细汉。你若年岁大的人，你叫伊去外口徛车，危险嘛。是。啊，又搁有查某囡仔，伊袂爱晒日头。啊，去外口徛
徛拢徛拍甲乌乌，然后迄查囡仔无啥来。是。所以大家选择室内空车。嗯。对啊，室内空车其实甲外口，咱坦白讲袂讲差足侪啦。OK。对啊，只是讲。啊，佫有冷气通吹啊，所以足侪人就爱徛室内。其实运动的效果是差不多啦，是，对吧？啊，只是讲你若有的人是爱去外口吹风啊，看风景啦，这就选择外口的。啊，无咱室内咧徛，其实咱选手咧训练的时阵嘛，拢训练室内较侪啦。哦，嘿，安怎讲？主要是室内伊的时间，因为咱选手咧训练有。课表的，哦，你比如讲你30分钟固定要徛一个速度，是，你若在外口徛，可能会拄到太阳顶。哦，对吧？啊，你在室内就无这个问题。所以一般来讲，选手咧训练嘛是拢在室内训练较侪。是，所以咱讲这个 fly wheel 吼，伫咧室内控冰车，其实要互这个学生囡仔，也是去学的人吼，其实恁拢有一寡这个撇步伫咧吼。尤其讲吼，变速度的时阵，你安怎吼，自这个身体吼开始咧烧的时阵。佫互伊加强伊这个强度，其实都是恁的这个技术专业伫啦吼，甲咱说明一下好无？因为咱这控枪若较好的吼，伊拢像伊室内嘛是拢有，阮拢会挂心跳带，是，嘿，咱知影你心跳跳偌悬，哦，因为迄是要保护家己的一个机制啦，嘿对，因为你若跳伤悬，因为人会无爽快，是，有当时你会徛到头晕啊，安尼。徛到会吐，啊，所以你爱挂迄个心跳，控制你的强度伫个。是。啊，过来就是你要知影家己打偌重。啊，搁你的打偌紧。是。对，你像咧选手咧打的速度拢足紧的。啊，其实一般咱大众唔好，都较袂要求因打紧啊。OK。因若打伤紧，阮拢会甲控制掉的。因为打紧无，大家拢会比紧的，啊，你真正讲迄。无打气力，无打力头，敢若打紧尔，一点仔效都无。迄一时就无力气啊啦吼。所以咱讲吼，真正若是要变长度的吼，其实这个规划甲吼，这个挑战吼，真正是有的吼。所以咱讲伫咧户外也好，伫咧室内也好吼，拢会当起来做啦吼。所以咱嘛讲着吼，逐礼拜吼，透过一跨这个训练的这部分吼，啊，咱讲吼，伫室内徛空冰车2摆至3摆吼，还是讲你日常你就去徛这个啊，咱用讲爬楼梯，其实嘛是一种真好的这个训练吼。咱讲吼。过来就是要长期来去做一寡这个规划这个部分吼，咱嘛讲到有真侪这个路线，除了这个一日吼台北高雄，一日双塔，啊，即阵嘛有人讲吼，真正要去拼这个山线也好啦，啊是这个海线也好啦吼，海线是一般咱咧徛吼，山的时阵都爱爬架啦吼，所以咱拢有经过着这个吼爬山这个部分，咱搁请教小华教练啦吼，若是真正咱头拄啊吼经过这个公路的西边的这个海看甲山啊，要去爬山吼，这个准备。有搁较挑战吧？这就爱请迄小，嘿啊，教练嘿，内底你室内控冰车帮先徛吼，徛到有迄个程度，你才会使搁去徛啥一日台3台9。哦，嘿，不过吼，即马有一个最好耍的所在，就是因为即马有电辅车，就是有到电迄款车，吼，啊，迄款车有一个好处是讲吼，有。你一个团体内底一定有人足强的，有人嘛足无强，普通。啊，但是伊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出门去佚佗，啊，但是袂当讲啊，我等你等足久的，等到拢要困去啊。所以还是有电辅车这款物件就袂歹。是。所以即马我知影因遮伫做旅行的这个团体吼，因即马开始发现讲，这袂歹哦，会使用电辅车来补起来这落差吼。所以就是会当规划讲吼。以前人环岛无人咧排讲环一日台3环岛，基本上也在一日台3环岛，因为大家都有电辅车，有电都什么都可以啊。对，所以这嘛是因为科技的关系，咱即马有无共的选择。真正吼，科技帮助咱真济吼，嘛当有一寡这个补给的车，还是讲吼，这个4轮的接2轮的吼，来去做一寡补给的这个运送，是讲吼小体换吼，卖一届徛较长途吼，咱讲真正这是一种。
挑战，但是有当时啊，你是骑车要互你这个心情较快乐，还是讲好朋友做伙会当来去骑一个即较爽快这个部分但是咱讲真正若是要好好来规划但是拢有一寡这个撇步伫的那么经历到一个尤其是在季节的这个选择，啥10月至2月要骑南落南的啦3月至咱讲6月要这个上北，因为是季风这个关系啦咱讲真正顺着这个风，咱的这个时速就会当较紧的咱讲落南的时阵寒冷的这个时阵顺风的这个几率较大，但是有当时就是骑，就是无风，要安那？是不是会拄到这款情形？咱继续去请教阿波医师。其实我有咧练车啦，我来练迄个叫做西滨啦，阮就嘛是骑去新竹啦，骑去足紧的啊，骑去看迄时速40几，无出啥物力呢，你嘛感觉足奇怪，回程。回程你骑安怎骑拢20几尔，你骑愈用力，结果20几尔，其实迄就是风的关系啦。你若真正咱是咱若迄个骑较久的，咱就有迄个心态问题啦。你就是你会有顺风，嘛有逆风安尼啦。甲人生共款对，就是爱迄个保持你家己的体力啦，就是阮叫莫暴冲啦，就是讲即摆风足强的，咱出足侪体力的，去抵抗这个风，咱就是咱较平稳安尼，迄个保持同款的体力输出，安尼咱骑的距离较会上悬安尼啦，所以是心态的问题啦，心态调整啦就是莫安尼冲出去啊。尤其爱保存这个体力尤其这个长度的这个部分有当时就是顺风，你讲无风的时阵，拢是一种调整心态一个方式啦咱嘛讲到头拄啊，这个器材这个部分，咱讲真济地鼓也好啦，也是有一寡基本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机卡一定要会晓啦内底你爱做炸两个是讲这个咱讲咧拍开的这个工具等等的因为破链你都要家己装。虽然头拄啊小花教练有讲这个查某会较好啦有人就是家己斗3工，但是若是家己会晓这个机卡其实嘛是袂歹啦若是烦恼讲真正骑袂了就要炸这个咱讲的这个地来去甲规台透过另外一种铁啦铁路也好，还是公路也好啦骑铁马袂使咱就用一寡方式来去甲这个物件甲载转去。真正有人就是哪耍哪佚佗啦哪骑哪佚佗，所以大这个所在嘛是爱好好来去做一寡准备啦头拄咱嘛讲到补给的这个部分，因为吸收较紧会当随身炸伫咧身躯顶亲像讲这个金蕉也好啦咱头拄啊讲的这个食食会使补充你的这个氨基酸的物件BCAA 咱这个部分拢会当来去先做准备啦啉水嘛是非常的重要1点钟你就要啉600cc 的水啦10分钟至15分钟就啉一盖头拄啊咱教练嘛有示范过这个啉水，咱讲若是要摕这个地鼓其实要有这个机卡无就是冰车啦但是一般时真正你若是稳定度无较高的时阵，你就是停落来啉但是啉水是安尼遐尔重要咧，尤其咱讲真正要遐尔长途，若是室温还是无水分的时阵，尤其教练过去。这个咱讲 KOM 这个比赛时阵，你有室温过，还有这个体能无好过的这个时阵，甲咱分享一下。有啊，有当时你若有影比赛状况无啥一定啦，你若有当时正前一工若无困好，过阵工若要比赛就足害的。是。有当你若有衫若穿无好，像头拄啊咱这小我讲的，你若衫穿了唔对。你在山骹的时阵，你就开始身躯会畏寒，你就真正无法度骑完，因为在差不多100公里的爬山，你若要想要骑到骑完的人已经足厉害的，是，搁想要成绩好，迄真正家己准备足有够的，对补给啉水这个部分呢，因为有当流汗，天气寒时阵流汗，你嘛流唔知影，毋过你的这个水分是流出去，会发挥着，所以咱普通时一般来讲嘛是拢差不多20分钟左右就爱小啉下水。是。搁有一项较重要，就是你的电解质。OK。对，你唔若干啉水尔，你嘛是要食一寡盐的物件，因为盐。是。盐嘛是要加盐食一寡，因为你若无电解质，咱的肌肉会损害，会无力去。是啦，所以。
真会到啦吼，骑车真会到，但是这个会当安怎保入来，就先甲保入来。对，这嘛是爱注意的所在啊，唔是干那有体力尔。是，唔是干那体力。对，你补给嘛是最重要的。会晓补给的人比会晓骑车，比会晓骑车较重要。OK， 真正吼，咱大家吼拢是这个骑一路吼，这个差不多拢20档的这个时间吼，所以真正拢是这个普路吼。咱讲会当甲这这个先辈来去学啦吼。当然咱讲吼，上要爱避免的就是讲吼，长期吼以来，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挑战的所在，咱安怎避免掉这个运动伤害啦？咱个吼先请教小花教练一下，你有啥物款的这个运动伤害是已经？练足久的，已经产生啊！咱等下搁请教阿宝医师安怎甲你这个救一下安尼。伊骑车人运动伤害上侪吼，大概有几款哦，就是第一款就是受伤，刹车的受伤啦吼。刹车受伤就是上严重的，因为刹车受伤可能你的手了骹你，无管咱所在拢有可能会发生吼。啊，另外一款就是讲，因为你长期你使用你的身躯吼。特别是你的脊椎，吼，你真侪车友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真正是足侪。啊，因为这是甲你你踩踏这几个骑车组合起来的，拢总迄原因是成因实在太多了。对，但是阮知影这侪车友拢有这款问题。骑愈强的嘛可能有，吼，啊入门的嘛可能有，所以这可能阿宝医生带来。分享一下是啦吼，这个真侪车友拢有这种这个运动伤害啦吼，轻微较严重啦，轻微较严重吼，所以咱讲吼，若是要踏入去咱讲骑车的这道吼，首先吼爱注意头拄仔这个医师讲过吼，但是骑伤久，安怎去避免这都非常重要。咱讲吼，一般的这个镜头手部这个伤害，尤其咱讲吼，这个换手遮爱换好势，啊，咱搁爱安尼压落去啦吼，所以这个两个部分。这颔棍筋这嘛是会挽掉的吼，颔棍筋挽掉，头拄仔这个医师嘛讲过，可能会连带着你的这个手把、骹把，甚至你的这个尾当骨遮哈，是讲这个骹床皮遮拢是会酸会痛吼，所以另外就是颔棍筋啊腰部的伤害，咱头拄仔讲吼尾当骨甲这个吼骹床皮，啊骹头虎嘛是一个吼伤害啦吼，咱继续搁请教阿宝医师。骹头虎吼，其实就是有诶吼，骑骹头虎就会痛啦，会痛啊。差不多有两种啦，一种就是你真正退化嘛，退化关节炎，啊，迄个时阵你就是扎力啦，莫骑伤远啦，就是爱量力而为，因为你迄就真正退化，这是一种啦。啊，第二种迄叫阮会叫迄个跑者膝啦，迄是一种肌肉迄个筋膜无，迄力无平均啦，有可能是骑伤久啊，一所在筋膜伤硬，啊一所在筋膜较无力，啊安尼你话一边个扭个大力，一边较无力，啊你扭久的当然迄个这边会挽掉，挽掉的，啊你软骨就会磨，这个有寡问题，像有人骑迄个骹头虎会积水，积水，伊就要去拍迄个，伊就要先来吼来做检查。啊，去抽水，抽水，佮注寡迄个药啊，注寡玻尿酸哦，血小板吼，佮修复一下。啊，其实哦，真正迄个真侪运动的人，因足担心的话，就是讲，我敢会使佮骑车。哦，大家想要佮骑啦吼。对，会来治疗的，差不多有骑出兴趣的，拢有安尼啦。其实吼，大部分这来治疗一段时间，大部分拢会使继续骑啦。只是可能讲。你本来有啥物无调整好诶？像迄个教练一开始有讲，你爱去调你的车，我会叫 bike fitting 啊。OK， 因为这个 bike fitting，就是你迄个你车可能大小无选好，这你一定颈椎有问题，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有寡问题，啊，甚至你迄个手按无用好，你的手把，有人手迄伤远，领头无经好，那就是你买车时你无甲经好，你手伤直，啊伤直吼，这筋脉伤硬，内底得着神经，你就手会麻。迄个坐垫的管无经好，你骹头虎就容易受伤。所以上重要就是你一开始买车。你得爱设定就好，你若无设定好，你就是爱去找复健科医师。卖这个卖互这个阿宝医师遐尼这个生理较无用啦。你骑你来找我。是
先这个警车经过好势，这是上重要的。是，吼，你若警车经无啥问题吼。迄个后壁来找我的几率就较低啦，安尼。是啦吼，咱讲吼，这个保养的这个部分嘛是非常重要吼。除了这个警车以外吼，安怎去保养咧？有啥物撇步无？哦，其实吼，咱迄个骑车啦，骑迄个长途的，差不多吼，我一点钟啊，差不多来休困10分钟啦，吼啊，扭我筋啦，像我迄个有这人骑到后壁，迄个暗棍做暗的，啊，我就建议你迄个可能。休困的时阵，你着爱扭一寡筋安尼吼，像咱安尼，我若遮较暗吼，咱着安尼建议你安尼扭一下吼，着停车的时阵安尼扭一下吼，两边拢爱扭一下，啊这筋吼莫互扭啊伤暗，因为咱骑车拢是安尼，哦骑车安尼迄个筋脉拢会做暗，所以你休困的时候扭啊开，也是迄个肩胛头的筋脉吼，可能做安尼哦。安尼扭一下，吼，或是安尼扭一下，就是你休困的时阵，吼，啊若无酸无痛的人，就伫遐食物件，你若有酸有痛，你就爱伫遐慢一下，慢伊慢掉，慢筋啊，手去慢一下，啊，有骹吼爱慢一下，啊，其实你若有确实做到安尼啦，你的迄个运动伤害就会较少安尼啦，是，就是差不多1点钟爱扭来。你爱扭个5到10分钟安尼，安尼较安全。是，所以咱讲吼，这个按棍筋莫遐按吼，尤其这个骑车拢是安尼落去啦吼。所以咱头拄这个医师教啦吼，就是安尼会当慢吼，莫互慢掉的，两边。跟肩胛头。安尼吼，透过安尼方式扭一下。安尼要扭一下。过来是这边。安尼扭一下。对。啊，过来就是骹的部分嘞。骹的部分吼，无要紧。你来教我教安怎做就好。好，咱就是爱安尼，吼，像安尼，扭一个筋，后壁扭的，吼，啊，再后壁扭的，吼，也是箍落来，吼，安尼骹扭的，安尼，扭的，吼。其实阮以前嘛，迄个阮大学的时阵吼，去甲朋友去环岛啦。就是骑到后壁，拢真正拢足忝的，全身拢都疼。是。吼啊，迄个困的时阵，你着爱去扭筋啊。扭筋。啊，你过工开会甲继续骑。有影。吼啊，无就是全身拢足硬的，拢无办法。有影。所以拄则医师讲着吼，咱讲骑铁马，这个挑战家己非常的重要，但是休困更较重要，莫愈练愈弱啦吼。所以真正先摆伫遮吼，拢爱听啦吼，这个观众朋友啦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吼，第一步就是咱这个选车这个部分吼，会当透过你的这个外观吼、身悬，还是讲你的这个咱讲买当骨架啦吼，到底是外观吼来去做一寡车的这个选择吼，寸尺爱选择好势啦吼。啊，第二步就是咱的这个练习的时阵吼，其实卖这个强度吼，家己逼较硬吼。啊，适合家己的 fitting 吼，适合家己的这个部分吼，拢去做一寡调整，其实安尼会较好势啦吼。啊，其实咱讲踏入去的这个初级班啦吼，真正要到这个高级班，其实拢袂当吼一步来啦吼，所以吼会当透过室内先去骑啦吼。但是咱讲吼整体来讲啦吼，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自行车还是讲空明车这个变化真正足紧的吼。咱讲未来会搁安怎吼一个大转变无？教练，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啊！你讲要真正大的转变，应该是只要因为厂商伊的，从较早阮的变速的时阵是用歪压手在变，是啊，怎啊较新的拢是用电的，电的部分就用电的部分，是，都因为歪压手在变的时阵哦，伊较袂遐准，啊，电的伊怎啊用莫打，莫打去替你变速，是，所以伊会继续准的，啊嘛较方便，是，所以这是。设备的进步啦，啊，况且咱若还佫有一点就是打的技巧，伊的技巧的问题。啊，因为怎啊，像阮的爬山拢是较早的人拢较重打，较早的人若听到爬山拢打就重的，啊，即种的人爬山拢轻轻啊打，啊打紧，是打紧，啊，共款的速度打较轻的，啊，较早你若讲我讲爬山时速20，较早的人可能打较重。打60转，我这种的人可能打80转，是，所以打较轻的，安尼骹头力用较少，啊，咱的气力用较济，是，咱的心脏，因为心脏你若碰下有训练，心脏训练到
较好训练啦。你真正骹头力，你也要训练时间会拖较久。是。所以咱一般来讲，就是用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打控车。有影啦吼。除了这个，咱讲吼，这个科技的这个变化，是讲吼，这个即阵会当莫大去调整你的这个变速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吼，搭配咱讲一般的这个无共款的这个路况啦吼，还是讲吼爬山，还是行公路的吼，拢会当去做一寡这个调整吼。头拄啊，你这个撇步拢教这个观众朋友吼，爬山时阵莫搁打动啊吼，会伤骹头虎啦吼。所以咱今仔日吼，做这个吼车的这个介绍吼，讲到尾手，咱讲这是一种生活这个方式的这个改变吼。骑远途会当挑战家己，嘛会当吼透过吼安尼风景吼来去做一寡无共款的这个吼人北台湾的这个可能吼。其实有真侪种路线吼，一日台北高雄，一日这个双塔，也有你通拼这个一日台九线、台一线吼。虽然无共款的程度这个挑战，嘛是欢迎这个乡亲好朋友会当做伙吼来这个吼孔明车，也是讲听去买这个市场内底啦吼。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拜拜，多谢。